希塔美德下載奉獻。奉獻係一種深情而無私嘅行動，佢來自我哋內心嘅愛同埋承諾，讓我哋願意將時間、精力同埋心血投入到某個目標或者信念之中。當我哋心懷奉獻，我哋嘅內在力量得到延展，並且能夠為他人或理想帶嚟無限嘅價值。奉獻唔單單只係付出，佢亦都係一種心靈嘅承諾，讓我哋喺追求之中揾到成長同埋滿足。無論係對於家人、朋友、社會，或者係對於自己嘅夢想，奉獻嘅力量都能夠激勵我哋不斷向前行。奉獻就好似一束光芒，照亮我哋嘅生命，亦都溫暖他人。呢種無私嘅愛，讓我哋嘅行動充滿意義，並且喺奉獻之中揾到生命嘅價值。而家我請一切萬有嘅源頭，將你嘅細胞接收器打開，為你下載。我知道源頭對奉獻嘅定義，我知道奉獻是什麼感覺，我知道如何時奉獻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過住奉獻嘅日子。我有源頭對奉獻嘅觀點，我知道奉獻係可能嘅，我知道奉獻係安全嘅，我懂得奉獻。如果同意以上下載嘅朋友，請講 Yes 去接收，我為大家見證。所有下載都下載到大家身上每一個細胞，所有信念層面，所有語言，所有時空。多謝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